在南投民间的煲中茶是用手工制作的，茶味唔但软，芳气嘛有够，啉落到地佫会回甘。到今已经流传100多年啊！为着要将这项手工的技术传承落去，县府办课程，让学生对在地老师傅来学做茶。泡好的煲中茶排几排，上大的特色就是茶叶、茶水拢足青。要啉进前，先看色水、片茶芳。内行人一个看，就知影这股茶的茶叶是做了成功，也是失败。茶青的室外萎凋，搁在室内萎凋，再手工炒茶，啊，搁咱搅罗茶，这个一贯的这个茶做成的构造，已经手工的已经失传了。啊，咱就是要保留茶的这个手艺。那手做的精神是在于说，你如何跟你的茶精原料产生连结。所以在这个传统知识当中，最重要就是如何看茶做茶。流传100多年的民间煲中茶，透南四季春、乌龙、武夷等5个品种，因为是手工制作，所以原料本身的水准就要有够。这全看迄当阵的天气甲师傅的技术。南投县府举办研习课程，透过师傅的介绍，让学员了解做茶的撇步。这边学到的知识跟技术，跟我以前学到的确有一些不一样。那我本身就是想要把以前学的跟现在学的想要做一个对照，对，然后加强我自己的那个观念。参加的学员讲，透过师傅亲身的教学，会当体会前辈做茶的辛苦。望这课程的举办，让100年的煲中茶延续伊的清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